Hello， 大家好啊！又到咗咪咪 Cooking 嘅時間啦，咁咧都有一段時間咧冇教大家做蛋糕啦，咁咧今日咧就特別少少，用薰衣草去教大家做蛋糕噶。首先咧就將無鹽牛油咧就變成牛油溶液啦，咁你可以選擇用熱水去助溶，又或者用微波爐去叮溶佢嘅。咁喺度提大家啦，如果用微波爐嘅話咧，記得要包好保鮮紙啦，同埋要用最低溫度去慢慢叮，如果唔係太高溫度咧就好容易會爆。之後咧就可以將消化餅去壓碎。然後咧就將餅碎啦同埋牛油溶液咧去撈勻，最後咧就將餅碎咧就倒入去模入邊，用匙羹壓實佢咧，跟住咧就可以放入雪櫃30分鐘，咁樣咧蛋糕嘅餅底咧咁就完成噶啦。之後咧就將魚膠片咧用凍水浸軟啦，然後用熱水助溶魚膠片。跟住咧就將牛奶煮熱啦，然後咧就倒入去薰衣草嗰度浸5分鐘。5分鐘之後咧就將薰衣草咧就篩走佢啦。咁提大家啦，就唔好壓薰衣草啊，因為咧咁樣咧會令到個蛋糕咧係有少少苦噶。之後咧就將蛋黃啦加入砂糖咧就打到佢淡黃色。然之後咧就加入薰衣草奶去撈勻，跟住咧就將啱啱撈好咗嘅牛奶蛋糊咧就用中火加熱到佢出煙，咁過程中咧係需要攪拌嘅。之後咧就將牛奶蛋糊咧加入魚膠溶液去撈勻。跟住咧就將白朱古力助溶啦，咁建議大家呢個步驟咧就同溶牛油嘅時候咧同步做，然後咧就將溶咗嘅白朱古力咧就加到去牛奶蛋糊嗰度撈勻，而淡忌廉咧就打到佢7成起身啦。咁有好多人咧都遇到打唔起淡忌廉呢一個問題噶。咁其實咧淡忌廉咧係一定要夠凍咧先容易打得起嘅喎。咁所以咧建議大家咧到最後一刻先至好打淡忌廉。跟住咧就將打起咗嘅淡忌廉咧就加到去牛奶蛋糊嗰度撈勻。最後咧，將撈好晒所有嘅嘢咧，就倒入個模入邊啦，放入雪櫃2個鐘後咧，咁就完成啦。簡單咧，就已經完成咗手頭上呢一個嘅薰衣草白朱古力 mousse cake 啦。其實咧真係非常之簡單，而且咧相信咧有好多女仔都應該會係非常之中意呢一個蛋糕嘅，因為薰衣草嘛，係咪先？事不宜遲，試食啦！呢個蛋糕真係非常之正，又可以食到薰衣草嘅味道啦。
又可以食到有白朱古力嘅味道啦。最緊要嘅一樣嘢就係呢個蛋糕真係唔甜咯。希望大家都中意我今次嘅分享啦，我哋下一集再見啦，拜拜。